簡單嘅儀式。現在首先恭請主禮嘉賓上台，包括立法局議員馮檢基太平紳士、余超卓大律師、亞洲電視音樂節目主持搖擺天使梁安琪小姐、網絡電視主持蕭子軒先生、幻彩娛樂廣告製作總監陸慧思先生，以及僑僑歌舞最藝坊主席何喬喬小姐。影相幫我影相。好，請各位主禮嘉賓就座。現在同時有請今日演出嘅歌手一同上台，包括金子昂、韋正芬、彭淑玲、鄭立志、何麗娟、李宏龍、朱青雲、莫少英、郭彼得以及我翟秋萍。好，我哋影一張大合照先。爭咁個人。好，現在恭請立法局議員馮檢基太平紳士為我哋致辭，有請。余大律師、各位主禮嘉賓、各位表演者，大家好。今日咧係雖然由我哋區議員同埋僑僑嘅團體咧係幫手搞呢一個活動啦，但係呢個活動咧其實係我哋本區嘅長者力量嘅一個例會。其實我哋每個月咧都喺呢度咧聚會咧，係同啲長者傾偈啊、開會啊咁。我哋平時做啲咩咧咁有啲咧就係我哋揾一啲不同嘅專業人士啊、政府部門啊嚟講解啲有關嘅長者嘅權益啦、福利啦，同埋一啲嘅廉政嘅工作啦，譬如而家冬天啊，係一啲防盜嘅工作啦等等。咁當然我哋都唔能夠次次都淨係聽人講嘢㗎嘛，有時我都要聽睇人哋表演啊，聽人哋唱歌啊。咁另外啲長者咧都可以有一個開心嘅下晝啦。咁當然今日嘅活動咧，我哋有好多人要多謝㗎。咁所以我借呢個機會咧，係多謝我哋以下今次幫手嘅嘉賓啦，同埋團體。如果唔係咧，今日我哋冇今日下晝呢一個嘅大家可以睇得好開心、聽得好開心嘅一個節日。我首先我要多謝余超卓大律師啦。余超卓大律師咧係全面贊助我哋今次活動嘅開支嘅。咁我哋用掌聲多謝你啊！咁跟住咧，我亦都要多謝亞洲電視音樂節目主持搖擺天使梁安琪小姐。咁大家知道梁小姐咧係我識咗好多年，都唔講幾多年啦，好多年嘅老友記，我喺電台啊、電視啊都有出現過，都大家好多聽眾啊，佢嘅fans 嘅。咁我哋今日亦都揾到佢哋幫手。咁另外咧，我哋要多謝網絡電視主持蕭子軒先生，係。咁亦都要多謝咧幻彩娛樂廣告製作總監陸慧思先生。亦都多謝當然最後咧亦都係最重要嘅，就係僑僑歌舞聚坊主席何喬喬小姐。咁我又唔想花大家太多時間，大家知道每一次議會咧我都講半個鐘頭㗎，因為講下本區啲情況啊、問題啊、工作報告啊咁。今日就呢啲全面大家係好好咁開心咁樣、溫暖咁樣去參加一個開心睇歌唱睇跳舞嘅一個晏晝。咁多謝大家。感謝馮議員，請就座。現在有請余超卓大律師為我哋致辭，有請。各位，今日我好多謝馮檢基議員能夠俾呢個機會我企喺台上同大家講嘢。見到大家今日好精神煥發咁樣迎接呢一波咁嘅藝聚藝坊呢個搖搖歌舞迎新春長者力量嘅例會。我諗好希望大家能夠盡情欣賞以下節目。咁喺呢度咧，我好多謝大家第
俾你機會我啦，同大家盡啲名利啦，同埋好多謝大家嘅蒞臨啊！咁樣我哋羊年就嚟緊啦，希望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我哋繼續支持馮檢基議員，同埋多謝各位來賓嚇，多謝。感謝余大律師，請就座。現在有請亞洲電視音樂節目主持搖擺天使梁安琪小姐為我哋致辭。Hello， 各位哥哥姐姐，大家好！各位嘅主人家、主禮嘉賓，大家好！咁我講幾句説話啦，支持啦。咁就其實頭先阿基哥咧都有提到我，咁就我同佢好多年嘅啦，就做一啲公屋嘅活動。咁同埋咧，最近結緣咧，我哋都係做好心好事嘅，就係其實同阿基哥咧都係亞洲電視呢個感動香港嘅評委，所以我知道今日話深水埗街坊哥哥姐姐有活動，咩都唔好做啦，我話晏晝嚇，你知今日啦。擺嚟啦咁樣，所以咧我開心到不得了啊！其實我今日就係話所以我喺呢一度咧，其實有好多人最近都關心，就話哇梁安琪你冇糧出啦，你亞洲電視唔係，我咧就係贊助佢哋做節目嗰個，所以我就唔驚呢樣嘢嘅，同埋就係話即係聯想起，我諗基哥都會認同。弱勢社群更加要我哋去支持，所以今日喺呢一度，我唔知點解成日同深水埗結緣嘅喎，有一次啲老友記街坊咧，阿基哥又喺度，我硬係 keep 住見到佢嘅，所以我好希望以後大家呢個會咧係長者力量係嘛？其實我諗我都係大你3年到嘅啫，各位嚇。咁咧，第二啲咩長者力量啊啲乜嘢咧？記住揾阿梁安琪，咁啊到時咧我又同大家開心下，又或者咧下次攞啲禮物仔嚟送下俾大家。最重要咧，我好希望喺呢個流感嘅時期，我哋一定要共同抗疫，齊心。嗱，我有3條橋俾大家，好快講完㗎啦。第一咧，充足睡眠。第二，注意個人清潔，勤洗手，噴嗰啲消毒液。第三，飲食啲你就自己識照顧自己㗎啦。阿基哥成日同你講㗎啦，就係要開心啊！開心除百病，乜嘢都冇有驚，識唔識講啊？嗱，再嚟一次嚇，開心除百病，乜嘢都冇有驚，大家身體健康嚇，多謝多謝。感謝梁小姐。現在有請僑僑歌舞聚藝坊主席何喬喬小姐為我哋致辭，有請。Hello， 你哋好啊！又再次嚟到呢個長沙灣禮覺村嘅社區會堂。咁我係喬喬。咁先咧，多謝各位嘅街坊同埋呢度嘅老友記，再次參與我哋嘅馮檢基區議員辦事處同埋僑僑歌舞聚藝坊合辦嘅迎新春長者力量例會嘅洋洋愛意喜迎春。咁當然啦，今次最多謝嘅就係立法局議員馮檢基太平紳士。同時，我亦都要多謝嚟參與嘅主禮嘉賓，包括余超卓大律師贊助全場嘅福袋，亦都多謝百忙之中抽空嚟到嘅亞洲電視音樂節目搖擺天使梁安琪呢位非常出色嘅主持，多謝 Angel。咁亦都要多謝我哋嘅網絡電視主持蕭子軒先生，支持媒體香港網視。亦要多謝大會攝影黎國傑、音響李國樹，仲有各位衷心支持嘅義工啦。咁當然最要多謝嘅係玉姐啦、菲菲啦，仲有 Elisa 啦。以上感謝係排名不分先後，你哋梗係以為我漏咗一個啦，係咪啊？係啦。其實冇嘅，跟住落嚟係就要多謝幻彩娛樂廣告製作總監陸慧思先生贊助今次同埋策劃今次嘅全場嘅演出，令到我哋可以聚集一班喜歡唱歌跳舞不分年齡嘅好朋友。我喺呢度萬分感謝各位慈善歌手嘅支持，感謝。咁仲有你哋喎，相信咧你哋一定會嘅支持我哋再次翻嚟呢度演出嘅係咪啊？有更多演出嘅係咪啊？好啦，好多謝你嘅掌聲啊，多謝晒。咁最後啦，我唔浪費大家時間，祝各位老友記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多謝晒。感謝何小姐，請就座。
接住落嚟係頒發感謝狀嘅部分，我哋現在有請立法會議員馮檢基太平紳士，有請余超卓大律師接受。警察。再影多張，1、2、3，唔該晒。好。感謝余大律師請就座，請馮議員留步。現在有請亞洲電視音樂節目主持搖擺天使梁安琪小姐接受。呢度。1、2，再影多張，1、2 ，OK， 好嚟。感謝梁小姐請就座。現在有請網絡電視主持蕭子軒先生接受。係呢度，再影多張，1、2、3，1、2、3，放落呢度。好，望呢度先，望呢度先係。預備1、2，好唔該。感謝蕭先生請就座。請